大家好，我是汤医师，欢迎各位好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健康养生教室。今天要传授给大家一套非常特别的养生功法，它的名字听起来很简单，就叫做踮脚法。别看这个动作不起眼，在我们医学界与养生专家的眼中，这可是中老年人成本最低、性价比、CP 值最高，而且见效最快的回春良方。很多长辈常跟我说，汤医师啊，我也想运动，但是没时间，家里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今天大家再也别找借口说没时间、没场地了，因为这个方法简单到不可思议，您甚至就在卧室的床边就能做，只需要短短的10分钟。这10分钟能做什么呢？它能像强力帮浦一样，把我们下半身淤积的血液泵回心脏，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根基扎得稳稳的。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对于我们银发族与中老年朋友来说，拥有2条强而有力的双腿，比拥有金山银山都还要强。所以我非常真诚地建议大家，请务必耐心地看完今天的这支影片。就在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亲自试一试。哪怕您只是试足做个几下，身体那种温热、舒畅的感觉是绝对骗不了人的。在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如果各位朋友喜欢我们分享的这类健康资讯与养生内容，请在下方的留言区输入数字1，或者打上喜欢2个字。这对我们持续创作高品质的健康影片来说，是最温暖的支持与鼓励。同时也请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将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让健康的概念传递更多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可千万别小看这简单的踮脚。这一踮一落之间，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可是大有名堂的。而在现代西方医学的观点中，小腿更是被尊称为人体的第2颗心脏，或是天然的血液调节器。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族群，如果您平常深受腰腿疼痛的困扰，晚上翻来覆去失眠，血压总是起起伏伏，不太稳定，或者是那种肚子大大，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朋友，只要您能坚持练习这个动作，身体所产生的正向变化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在详细解说踮脚的具体好处之前，大家心里需要先明白一个核心的生理道理：人体的衰老通常都是从腿脚开始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双脚位于身体的最底端，距离我们的心脏最远。根据流体力学与重力的原理，血液从心脏流向双脚是顺流而下，比较容易。但是血液要从双脚流回心脏，就必须克服强大的地心引力，这难度就大得多了。一旦我们脚部的血液回流受阻，静脉瓣膜功能减弱，全身的血液循环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导致代谢废物堆积。因此，想要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好双脚的功能。而踮脚这个动作，正是通过小腿肌肉、腓肠肌与比目鱼肌的规律收缩，产生像挤压海绵一样的动力，辅助血液更顺畅、更有效率地流回心脏，从而改善全身的循环系统。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每天坚持在睡前踮踮脚，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打实看得见的10大黄金好处。第1大功效，让您的双脚重回年轻状态，预防行动不便。回想年轻的时候，我们走路是不是都带着风？现在上了年纪，走路总觉得脚底下像灌了铅一样发沉，有时候走在平路上还容易绊一下，差点跌倒。这其实就是身体在发出警讯，说明您腿部的肌肉开始萎缩了，神经传导的反应速度也变慢了。踮脚这个动作
最直接锻炼到的就是大家的小腿肌肉群以及足底的肌群。大家不妨现在就试一下，试足垫一下脚尖，是不是立刻感觉到小腿肚子那一块肌肉紧绷起来了？这就对了。每天坚持做这个动作，等于是在给腿部肌肉做高效率的力量训练，肌肉有力了，就能更好的支撑和保护我们的骨骼与关节。长期坚持下来，您会惊喜的发现，双脚变得轻盈了，走路步伐稳当了，那肿迈不开步子的沉重感消失了。这对于预防老年人最害怕的跌倒风险是非常有效的保命运动。第二大功效，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血管的天然清道夫。如同前面提到的，脚离心脏最远。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到冬天，手脚就冰冷的像冰块一样，甚至到了夏天，待在冷气房里脚也是暖不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您的下肢末梢血液循环非常不好。如果情况更严重一点，还会出现静脉曲张，腿上一条条青筋暴起，像蚯蚓一样，看着既不美观又吓人，或者是潜在的动脉硬化，甚至是深层静脉血栓的风险。当我们在进行踮脚运动时，小腿肌肉一收缩一挤压，就像一个强力的液压帮浦，把那些沉积在下肢流动缓慢的血液滋的一下用力推回心脏。这一来一回之间，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了，血管里的代谢废物和垃圾就不容易沉淀在管壁上。所以想要血管通畅，不想得血栓，不想被静脉曲张困扰的朋友，这个动作就是您最天然不花钱的血管清道夫。第三大功效，锻炼心脏功能，改善心肌灌流。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以为锻炼心脏非得去跑马拉松，跑到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才行。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过于剧烈的运动反而会增加心脏负荷带来潜在的风险。有科学数据显示，当我们在垫脚尖的时候，心率能稍微提升，并保持在每分钟150次左右。这里指的是针对运动负荷的理想峰值，实际操作请各位长辈务必量力而为，以微喘但能说话为标准。这个心率区间非常有意思，它既达到了一种有效有氧运动的强度，又不会像剧烈跑步那样让心脏负担过重。这就好比是给心脏做了一次深度的有氧按摩，它能让心脏的肌肉收缩更有力，泵血功能更强。您不用跑得满头大汗，只需要站在原地踮踮脚，就能让心脏得到非常好的锻炼，改善心肌供血。这简直就是为咱们中老年心脏量身定做的轻运动。第四大功效，强壮肾气，固本培元。在中医的经络学说中，我们的脚底下藏着一个人体的大宝藏，足少阴肾经。大家都知道肾为先天之本，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后容易感到腰膝酸软，精力不济，特别怕冷，或是晚上频尿跑厕所，这些症状其实都跟肾气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踮起脚尖的时候，前脚掌受力，这正好精准地刺激到了足少阴肾经的起始穴位涌泉穴以及相关的经络走向。这就好比是给肾脏发出了一个信号，该工作了，该活跃起来了。通过这个种持续的物理刺激，可以有效地疏通肾经，起到补肾气、温肾阳的作用。坚持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腰板挺得直了，那种总是觉得累、虚的感觉少了很多，整个人更有精神了。第五大功效，预防和缓解痔疮的难言之隐。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开口说，但俗话说10人9痔，这在中老年人群体里实在是太常见了。痔疮是怎么来的呢？很多时候是因为直肠静脉从的血液回流不畅，淤积在那，
力形成了静脉团。大家在垫脚的时候，可以仔细感受一下，除了小腿用力之外，您的臀部和肛门部位的肌肉是不是也会不自觉地收缩一下？对了，这就是关键。这种随着垫脚而伴随进行的肌肉收缩，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提肛运动，它能有效地促进肛门周围的静脉血液回流，改善局部的淤血状况。所以每天踮脚，不仅练了腿，还顺便把这个让人尴尬的老毛病给调理了，真的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第6大功效，保护关节，赶走腰痛、膝盖痛。现在很多骨科医生都建议膝盖不好的长辈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因为那对膝盖软骨的磨损太大了。但是完全不动又不行，不动的话关节会僵硬，关节液分泌减少，软骨会老化得更快。这个时候踮脚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它不需要膝盖承受巨大的体重冲击力，相反的，在踮脚的过程中，下肢血液流动加快，能给关节软骨带来更多的营养物质，就像给生锈的机器重新上了润滑油一样。而且大家平时坐久了，腰部肌肉往往是僵硬紧张的，您可以试着快走一会儿，然后配合着踮脚走，这能带动腰部肌肉的维系活动，缓解腰肌劳损。对于经常腰酸背痛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温和且有效的复健方式。第7大功效，预防中风，促进脑部供血。中风、脑卒中可以说是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杀手。中风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脑部供血不足、血管硬化堵塞有很大的关系。刚才我们说了，踮脚能把下肢的血液强力泵回心脏，心脏再把这些新鲜、充满氧气的血液泵到大脑，这个过程大大促进了全身的血液循环效率。当脑部的血液供应充足了，氧气输送跟上了，大家就会觉得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不再整天昏昏沉沉。所以说，踮脚不仅是练脚，它其实是在练脑。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这个动作就是您日常保驾护航的好帮手。第8大功效，告别失眠，睡个香甜的踏实觉。失眠真是太折磨人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数羊数到几千只，还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睡不着就是睡不着。中医认为，失眠有时候是因为心火太旺，有时候是因为脚太凉，导致心肾不交。我强烈建议大家在睡前做踮脚运动。为什么选在睡前呢？因为做完之后，您会明显感觉脚底发热，一股暖流从脚底升上来，这在中医叫引火归元，把上面浮躁的虚火引下来，把下面寒冷的寒气驱散掉，脚暖和了，全身气机顺畅了，神经放松了，这就非常容易入睡。如果您平时有泡脚的习惯，我强烈建议您先踮脚，后泡脚，踮出一身微微的薄汗，再去泡个热水脚，那晚上的睡眠品质绝对能提升好几个档次，保证您一觉睡到大天亮。第9大功效，刺激脚部神经，提升免疫力。我们的脚底下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它们跟身体的各个内脏器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脚底按摩的原理所在。公园里那些鹅卵石路，大家应该都走过吧？那就是为了按摩脚底反射区。其实踮脚也是一样的道理，尤其是前脚掌内侧、外侧的神经，在踮脚时受到了深度的挤压和刺激，这就像是在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做按摩，器官的功能活跃了，身体的新陈代谢就好，排毒能力就强。当大家自身的免疫系统强大了，抵抗力提升了，什么感冒、流感、换季时容易出现的小毛病，自然就不容易找上门来。第10大功效，瘦腰减肚子，体态更轻盈。
最后这一点，爱美的朋友们，请务必竖起耳朵听了。虽然大家可能已步入中老年，但也想保持体态轻盈，不想挺出个大肚子，负担过重。日本近年来有一项很风靡的运动，就是通过特定的站姿、踮脚来瘦腰，据说坚持1周腰围就能有明显的变化。这可不是吹牛，因为这个动作能拉伸到平时很难练到的深层核心肌肉。当我们踮起脚尖并保持平衡时，腹部的核心肌群必须用力收缩来维持稳定。具体的做法，我将在下一个环节详细手把手教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好处，大家肯定已经跃跃欲试，迫不及待想开始了吧？但是如果动作做不对，效果减半不说，还容易受伤。下面我就手把手教大家2种最实用、最安全的踮脚方法。第一种，基础版，坐着踮脚，安全首选。如果您目前的身体状况比较虚弱，或者平衡能力不太好，怕站着会晕，那么先别急，着站起来，坐着也能练，效果一样好。动作要领：找一把高度适中、舒适且稳固的椅子坐好，大腿要和地面保持平行，腰背挺直，千万别瘫软在椅子上，要有精神。双脚平放在地上，双膝自然分开，与肩同宽。然后用力把脚后跟垫起来，脚尖着地，感受到小腿肌肉收缩。在最高点停留个2到3秒，仔细感受小腿肌肉那种酸胀胀的紧绷感，然后慢慢放下脚跟。进阶技巧，如果您觉得太轻松，想加大难度，可以在大腿上放2本厚书或者2瓶水，增加1点负重，这样刺激会更深层。频率，每次做30到50下，或者按时间算，做个5分钟。这种方法非常安全，您在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随时都能做。第二种进阶版日式瘦腰站姿踮脚法，强身塑形。这个动作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瘦肚子，稍微有点难度，大家请注意听仔细。动作要领：第一步，安全准备，找一面墙或者一把稳固的椅背。如果您的平衡感不好，一定要用手扶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步，站姿2脚后跟并拢，脚尖自然分开1点，点约30到60度，膝盖要挺直，别弯曲。第三步，延伸，双手慢慢举过头顶，手掌合十。如果您站不稳，就单手扶墙，另一只手举起来。重要的是，您的脊柱要有一种向天空巴掌的感觉，想象头顶有一根线在拉着您，把腰部彻底伸展开。第四步，起踵，慢慢抬起脚后跟，越高越好，把重心稳稳地落在前脚掌上。这时候您会感觉到小腿后侧、大腿前侧，还有肚子、屁股全都在用力收紧。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缩小腹。第五步，保持这个最高点的姿势5秒钟，心里默数1、2、3、4、5，呼吸要保持自然，不要憋气。第六步，回正，慢慢放下脚跟，回到原位。特别提示，这个动作每天坚持做10分钟，不用做得太快，要的是稳，坚持下去，您会发现不紧，腿有力了，背也直了，连松垮的小肚子也变得紧实了。虽然垫脚的好处多到数不清，但我身为医师，必须得给大家提个醒，锻炼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以下5个注意事项，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1000万别逞强，量力而为。刚开始练的时候，不要盲目追求次数，觉得小腿酸了、累了就停下来歇歇。大家是为了养生健康，不是去参加奥运会比赛，舒服适度最重要。2、严防跌倒，安全第一，这点我必须反复强调，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骨质比较
疏松，经不起摔。做站立踮脚的时候，哪怕您觉得自己平常平衡感不错，我也强烈建议您身边一定要有东西可以扶，手扶着椅背，扶着墙，心里踏实，万一重心不稳，也能一把抓住，避免发生意外。3. 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每天睡前做个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不要一时兴起练得太猛，导致第二天小腿酸痛到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养生靠的是细水长流。4. 做完剂得拉伸放松，运动完了别马上坐下不动，可以用手轻轻捏一捏，揉一揉小腿肚子，放松一下肌肉，或者做个简单的弓箭步拉伸，这样第二天腿才不会僵硬不适。5. 特殊人群要遵医嘱，如果您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足底筋膜炎引起的足跟痛，或者是严重的膝关节病变，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您的主治医师或物理治疗师的专业意见。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踮脚养生法，是不是既简单又实用？其实养生真的不需要多么复杂难学的招式，也不需要花大把的钱去买昂贵的器材，大道至简。最好的医生其实是您自己，最好的药物是科学的运动，最好的医院就是我们温暖的家。脚是身体的根，根好树才好，脚好身体才壮。我真心希望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试着做一做，不用多，每晚10分钟，哪怕您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哪怕您是在刷牙洗脸的时候，都可以随时随地踮一踮。坚持1个月，您再来告诉我您的感受，我相信那种睡眠改善了，腿脚有力了，举手投足都变轻快了的喜悦，大家一定会亲身感受得到。